今日維修呢一部係德國寶，一邊電磁爐，一邊電頭爐。咁問題係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係屬於呢個位置嘅電座呢邊擊穿咗。咁而家換翻塊原裝板上去，德國寶嘅，係啦。咁而家幫佢裝翻落去。德國寶裡面嘅所有電器設備，我哋都可以幫你維修。係啦，速度快，價錢平。呢幾個螺絲。維修德國寶電磁爐。